创世纪第17章立约的记号甲礼。亚伯兰99岁的时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“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。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。”亚伯兰趴伫涂骹，上帝阁对伊讲：“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，你要做真侪邦国的老爸。对打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要互你做真侪国的老爸。我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建立真侪国，出真侪君王。我要建立我甲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，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迦南全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产业。我嘛要做因的上帝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甲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着遵守我的约。恁中间所有的查甫人，拢着受割礼。这就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子孙所立的约，恁一定着遵守。恁着挂恁的包皮，这要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。恁逐世代的查甫婴，无论家己生的，还是对外族人买来的，出世第8日，拢着受割礼。你家内生的甲用银买的，拢一定着受割礼。安尼，我甲恁所立永远的约，就伫恁的身上做记号。无受割礼的查甫人，一定着对我的子民的中间结出，因为伊无挂包皮，违背我的约。”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毋通阁叫你的某做撒来，着叫伊做撒拉。我要赐福伊，互你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赐福伊，互伊做真侪国的老母，出真侪君王。”亚伯拉罕趴伫涂骹伫跳，心内想：100岁的人减未生囝，撒拉已经90岁，哪还袂生？亚伯拉罕对上帝讲：“互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就好。”上帝讲：“毋是安尼。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以撒。我要建立我甲伊以及伊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。关系以实玛利，我嘛听你的祈求。我要赐福伊，我会互伊兴旺，加添极其多。伊会生12个族长，我嘛要互伊诚做大国。到明年这个时，撒拉会甲你生以撒，我要甲伊立约。”上帝甲亚伯拉罕讲煞，就离开伊上去。
拄拄迄日，阿伯拉罕照上帝讲的话，甲伊的囝以实玛利，甲家内所有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还是买来的，拢甲因行割礼。阿伯拉罕受割礼的时99岁，伊的囝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13岁。拄拄迄日，阿伯拉罕甲伊的囝以实玛利做伙受割礼。所有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还是对外族人买的，拢甲伊做伙受割礼。